在地人在地前来到南投的信义乡，有一村叫做新木村。之所以叫做新木村，就是当地有一丛超过700年的新木，在地人即摆拢叫伊是上仔树公，有46.4公尺悬。去年测量了后，证实是全世界上悬的上仔树。这丛老树丛经过赫伯投资等等几耐的大风台，也是徛甲在，嘛将做在地人的精神寄托。为空中看落去，伫山林中有一丛真悬的上仔树，特别醒目，树身个白红布。这丛是有100年历史的上仔树公，嘛是南投信义乡新木村的村名由来。依照农业会测验年轮，新木村的上仔树超过700岁。台湾团队找树的人经过测量，这丛悬46.4公尺，伫世界新木网站登录。和这丛上仔树变成全世界上悬的上仔树。不过，伫日本时代，因为流行做樟脑，当时这丛新木嘛险啊，互人错掉。讲的张神木的时候，要砍到这个，就发生一些比较不能解释的现象。迄土味我未倒哦，我就放个新木土地公啊。因为发生真济我都解说卡合和这丛上仔树有神奇的色彩。虽然讲新木村经过赫伯投资800风灾重伤，村民已经迁村啊，和边啊变甲真稀微。不过，依然有未少的居民会定期来这看这丛新木村的精神代表。小时候在这边长大，现在觉得很喜欢回来看一看。新木村的上仔树是台湾官方版10大新木中唯一的跨叶树啊。摕到世界上悬的上仔树的宝座，嘛变成上仔树界台湾之光。